Hello， 早晨，大家好，我係何姑娘。咁今日咧就係2025年嘅12月31號啦。見到我呢個背景咧，而家就係其實身處喺台南嘅一間酒店入邊啦。咁講下今次點解我會嚟台灣先。咁我嚟台灣嘅目的咧，其實主要就係為咗追星啦。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興趣啦。咁其實何姑娘嘅其中一個興趣咧，就係去追星嘅。咁所以咧，今日2025年12月31號咧，其實何姑娘咧轉頭就會去台中咧去參加呢個嘅五月天嘅跨年演唱會嘅。咁呢條片會講咩咧？呢條片咧其實何姑娘咧就會帶大家一齊去追星啦。咁咧，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究竟作為呢個追星一族嘅人咧，會做啲咩啦，或者係追星前有啲咩準備啦，或者係即係可能好多人都覺得啊，追星咪就係去睇演唱會咁樣咯。咁其實唔係嘅，追星咧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對追星有興趣嘅話咧，咁咧就記住睇呢條片啦。咁而家咧何姑娘咧會講下追星人追星之前會做啲咩嘅。咁首先第一步咧，追星人咧通常都會將自己打扮得靚靚嘅。咁點解咧？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大家都會好想靚靚咁去見自己中意嘅人啦。咁其實我哋追星都係因為欣賞或者係真係好中意嗰個明星啦，咁我哋先會去追佢哋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希望自己係即係雖然演唱會其實有好多人嘅，嗰個明星咧未必見到你嘅，咁但係我哋都會想希望自己打扮得靚靚咁樣去見佢啦。咁話唔定佢真係見到你咧。係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作為一個女仔啦，我咧就覺得打扮自己會令到自己心情好啲啦。咁本來追星已經係一件好興奮嘅事嚟㗎啦，係啦。咁如果你打扮得再好啲嘅話咧，其實會令到你追星個心情係更加好嘅。咁所以第一件事咧，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換衫先。咁咧何姑娘已經換完衫啦。咁第二步咧，何姑娘要做嘅咧就係化個妝先。咁化完妝嘅下一步咧，我哋要做啲咩咧？咁咧就係我哋要整翻一個合適去演唱會嘅髮型啦。咁所以咧，我哋嘅下一步咧係需要整頭髮嘅。咁最後咧，我哋出門口之前要做啲咩咧？咁咧就係將一啲同明星相關嘅周邊啊，或者應援色嘅嘢咧，就擺喺自己身上邊。咁五月天嘅應援色咧就係藍色啦。咁所以咧，轉頭我去演唱會入場之前咧，就會將呢兩個嘅絲帶綁埋喺個頭上面嘅。係啦，接下落嚟咧，五月天嘅阿信咧，其實佢有自家嘅品牌啦。咁佢咧有隻公仔叫做呢個嘅蘿蔔仔啦，簡稱係啦。咁所以咧，轉頭我會將蘿蔔仔掛埋喺身上邊啦，係啦。咁咧就係增加自己身上邊有明星嘅元素，可能咁樣掛啦，係掛住先，係啦，就類似咁樣。咁最後咧，就係當然去演唱會唔少得嘅話，就係要將支熒光棒攞埋喺個身上面啦。咁而家咧帶大家去 Mayday Land 睇下啦。咁 Mayday Land係啲咩咧？就係五月天去搞演唱會咧，通常都會喺附近整咗一個類似賣周邊商品嘅一個公園咁樣嘅嘢啦，係啦。咁就會擺咗好多佢哋嘅一啲模型喺度啦，或者係啲賣佢哋周邊即係演唱會周邊嘅地方。咁所以而家就帶大家一齊去睇下究竟有啲咩可以買咯。咁呢個就係 Mayday Land入口啦，你見到都好多人喺入邊啦，咁都可以俾大家睇下有咩買嘅。有呢個嘅水晶球啦，本身我都好想買嘅，但係而家冇啦，要網上預售。跟住有啲 T 啦，有呢個嘅手燈啦，同埋下邊有其他衫啊、袋啊，呢啲都係唔同嘅周邊商品。咁我哋而家就嘗試入去呢個嘅 Mayday Land，不過你見到有條隊要排。不過我頭先問咗一個職員，佢就話1個鐘內應該係排到嘅，咁我就即管睇1個鐘內排唔排到啦。好，咁我已經入咗嚟，同大家睇下咩睇。首先有個類似高達咁樣嘅嘢啦，由呢邊開始睇。哇！呢度有好齊嘅 CD， 有好多都而家好難揾到，不過呢度都有賣。
基本上係有齊晒佢咁多年嘅 CD。你以為頭先嗰度已經完？唔係，其實仲有一版，嗰啲係大啲嘅。好，最後我買咗咁多嘢，我哋準備就離開呢度了。最後就嚟打卡呢個嘅大嘅水晶球。翻到嚟酒店，而家就即刻好快咁開箱。我頭先喺 Mayday 究竟買咗啲咩？首先買咗件衫，順便攞埋過去着嘅。OK， 非常啱啱好。扣翻就有呢個嘅，就 Mayday 呢個字。OK， 之後買咗條繩咯。扣繩，轉頭可以扣我哋嘅公仔上去啦。跟住買咗紀念幣，最後買咗呢個嘅一卡 pass， 即係應該可以嘟呢個嘅悠遊卡。係咯，最後後邊仲有佢哋個樣，同埋買咗佢哋隻磚咯，因為我見佢係呢啲 set 帶 ，OK， 係啦，咁所以我就買咗。好，而家我去扭蛋。有好。个梦都像人一门望不透世界，和你的故事现在只剩期待。今年好像发生了很多事，很多的风风雨雨。那些杀不死我们的，终究会使我们更强大。因为你的身边有我们，我们身边有你。大家都平安、平凡、快乐，我觉得那就是最困难的事情。希望我们的家人，然后都能够在我们的身边。希望明年自己不需要再拿起手机，很多人生只有你站在现场，你才看得到。大家保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保护自己，你才能保护你的家人。即使缝缝补补，即使跌跌撞撞，我希望你们相信这个名字。5月天。相信他都忘记了自己的战手像王哥，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我和你都约好了，要在场上手像王哥，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
就是从晚上的9点半一直到跨过年的那个时候。你这辈子跑很远去见一个人，是因为他曾经在你的生命里留下过痕迹，然后你希望回报他，你希望让他知道说，你曾经带给我力量，或者是安慰过我。我觉得这很重要。很多人去演唱会尖叫，也不是因为那个偶像在演唱会唱现场会唱得比 CD 里面好，而是因为他就是要去尖叫说我爱你，然后我谢谢你带给我的能量。